係啊，超哥，喂，好耐冇見，咁啊，我哋一齊食啲嘢啊，試下你啲出品啦。咁我想有啲嘢想請教你嘅，超哥。咁啊，你睇到啦，而家澳門啦嗰個經濟好似麻麻地，你點睇呢個餐飲行業咧？中小企咧？餐飲行業咧，其實咧係每個人都必須要食嘅嘢啦，咁樣。但係而家咧真係可以正常嚟講話經濟低迷啦。係。但係咧，其實話澳超北上咧影響都有少少嘅。係。咁啊，以前咧作為澳門居民嚟講，係喺澳門咧星期六日咧比平時係旺好多噶嘛。係。但係而家出咗澳超北上之後咧，咁感覺上咧好似星期五六日啊，會比平時更加靜喎。咁啊，可能話引致我哋餐飲業，即係以前我哋啲同事咧唔會話星期六日放假啦，但係而家咧反而星期六日靜咗，民生區嗰方面咧，所以咧而家我哋都選擇係佢放假啦。星期六日咁樣，甚至乎大假期咧會可能話拉閘。即係休息前間鋪頭拉閘咁咯。係啊，咁你點睇政府有啲咩政策可以扶持到一啲嘅中小企餐飲行業咧？我希望政府能夠舉辦多啲譬如喺可以而家咁嘅大獎賞啦，咁樣同埋咧消費券啦，嗰樣會幫到市民嘅。咁啊，同埋舉辦多啲譬如培訓班啦，餐飲行業啊培訓班啊，多啲學識啊，等啲人咧知道。嘅質量比內地更加好，更加實際，更加實惠，咁就最好噶啦。好啊，又學到嘢添。好，咁啊，我哋希望今年咧，政府可以係加大力度支持下澳門中小企啦。希望政府能夠推出多啲優惠啦，咁帶動經濟啦，個效益啦，咁樣最好嘅。好，一定會嘅。好，我哋睇下嚟緊嘅施政報告。OK，好，多謝先。好。如果你喺澳門身邊都有需要幫助嘅人，喺下面留言，我黃德來天 Sir會全力支援。記得點讚關注。